大家好，我是阿婷，我是 Lucy， 欢迎收看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。彩楼长工心态，我是 Lucy。我是阿婷。Lucy，你敢知影我今仔日带你来草山要创啥？食鸡吧。唔是食鸡吧？你来草山就敢若知影要食鸡吧？是要来找鸡仔的亲情。吼，遮山顶有一个所在，有一寡人咧研究闽琴甲音啊。咱行到伊门口，你来遮看，这就是因的看板，这叫做草山闽琴中心。遮有足侪朋友吼，因就是咧研究音啊，还有鸟头鸟。咱来你内底看嘛，有啥物好耍？好啊。来。李署长你好，阿婷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建良兄是台湾闽琴研究会理事长，伊平常时啊，伫野外走跳甲写册拢真敖。若是专业的鸟类向导，嘛是欢迎鸟仔册专家哦。我先来你介绍闽琴，啥物叫做闽琴吼？闽琴就是咱讲鹰啊啦、鸟头鸟啦，这类的鸟啊，就叫做闽琴。这只吼，这是实际上就遐尼大只哦，足大只对无？伊你徛起来到你的腹肚呢？嘿啊，徛起来足大只，伊若时仔展开吼，比伊个人较超过你的悬度啊！更较长。伊叫蛇鹰，你食蛇？伊爱食蛇。伫地面上这飞来飞去的动物吼，伊若掠着伊拢会食。啊，主要吼，人定定看到伊爱食蛇，所以就叫做蛇鹰。啊，像这位遮吼，这拢是闽琴的骹。有这地当互民众来看讲，咱讲闽琴的骹了足力。对。啊，你实际来看，有足力嘛。真正出来呢。你看伊个关顶有毛发甲迄骹关顶遐。发甲。你看一般的这骹吼是头前3支砖头啊，后壁1支。啊，但是这对骹的，伊是头前2支，后壁2支。这是咱讲迄鸟头鸟的。伊其实平常时伊是3支伫头前，但是伊若有时要拍啦时阵，伊要掠啦牛的时阵，伊个甲另外1支会当并去后壁。哦，伊会当转过来。你看这白色的鸡腿，你敢哪会像？唔是鸡。这是啥物的骹啊？咱只古水。凤头苍蝇伊的鸟仔囝。鸟仔囝哦。哦，啊，这边是啥物？啊，头拄仔咱讲到迄只是迄凤头苍蝇的鸟仔囝。啊，这只是鸟仔母。为什么伊会伫遮？为什么你知无？出车祸。对，伊就是伫公园外口要飞过迄街仔路的时阵啊，去互车碰着。啊，所以阮就甲伊捡转来，甲伊做成标本，就是要互咱一般的民众知影，伊这都市内底的闽琴吼，伊的生存会拄着一寡啥物款的困难。这就是咱头拄仔讲的迄种蛇鹰。哦。咱台湾的蛇鹰吼，伫少年时阵有2种无共款的，咱讲色型。一种就是规只拢暗色的、深色的，掺迄大只已经长大人的共款的，嘿。啊，但是另外一种就是这种有浅色的。啊，这只就是蛇鹰伊的干那骨头的标本。啊，这只这够大只的。这足大只的。就不要啦。足肥的。台湾吼有足侪种的，这种讲猫头鹰啦，鸟头鸟。这鸟头鸟台湾有足侪种，10几种，这种是上大型的。啊，我知影，是毋是今年有直播的迄show？有直播，嘿，伊其中一show，对。因食的鱼啊，足特别的呢。吃啥？因食保育类的鱼啊。好哦。足厉害的呢，伊嘛是保育类的啊。对，伊嘛是保育类，就是会食米。啊，保育类是因为咱人袂当去甲伊掠，啊，毋过伊嘛会当食，所以伊食迄对咱来讲足珍贵的鱼啊，足厉害的呢。嘿啊。你敢有看下骹迄啥？我这当客。下骹这位遮你看，看伊的体型吼，就参这无共款对无？这是较细只。啊，这只较细只，毋是讲这是伊的囝，毋是讲，因为这是无共种类的。嘿，啊伊时本吼，伊长大人嘛是共款遐大只呢。是。啊，因遐细只，因食啥物？你有看卖？细只糖。细只糖，因这较细只，会食细只的鸟仔。掠细只鸟仔食。
还是掠迄较大只的汤拖来食。嗯嗯。吼，看种类无共款。嘿。啊，即北岛内底才看会到的，阮平常时啊，敢有机会伫台北咱看会到。大部分拢有机会看会到，较困难的吼是即只，叫做咸鹰。你手电话这是啥？即咱头拄仔咧看迄标本的时阵吼，是毋是看到迄只头拄仔迄只迄鹰啊，伊的骹悬顶有架一个有牵一个敢若迄骹环的物件。啊，这就是阮咧做研究时阵吼，你若掠着鹰啊，你要安怎知影讲即只鹰啊伊是啥？咱搁爱来做一个记号。啊，做一个记号要安怎做吼？咱就是用即种这骹环，嘿，甲伊牵到伊的迄骹悬顶。啊，这骹环吼，逐个牵仔内底吼，悬顶拢有伊一个编号。啊，这个编号咱家己做记号了后，咱就知影讲后边咱搁看着，咱就知影讲伊是倒一只。啊，咱伫当时是啥物时间，是倒一个地点，啊，要家己掠过。啊，像咱爱有金属的，甲这像这敢是塑胶的？这种是一种塑胶。啊，为什么爱用两种？因为呢，即种白体啊，这种吼，伊虽然讲伊是永固吼伫伊的骹悬顶，但是你要看袂清楚，你就要搁加掠着。哦，看袂出来。看袂清楚嘛。啊，但是你若用这种骹环，这种有色的骹环，悬顶搁有编号啦，有数字的，你远看，吼，你用迄吊镜咧看，你看到你就知影伊是啥物。啊，就用查编号啊。啊，你看啊，这另外一种伊这卡车片这是啥物？伊搁派一个这手机啊。手机啊。手机啊。伊这张手机啊吼，有一个共款的功用，就是发信号。即几档吼，因为科技的进步吼，即几档愈来愈济吼，是用卫星。伊直接发信号到太空。哦，像咱身躯挂迄种追踪器共款。对。安尼，阮拄则看遮侪标本，啊，搁有啥物趣味的物件？哦，阮免勤会吼，除了做一寡研究啦，啊，搁一寡做展览解说。阮周围则搁有一件足重要的任务咧做，就是讲有时阵吼，若有拄着一寡民众送迄受伤的鹰仔来，受伤的猫头鸟，啊，阮则有兽医师来家做救护。所以会通互恁参观阮这个免勤的救护的中心。去找兽医进前，先甲大家分享因进前的展览，有各种不幸过身的伤鸟所留落来的标本，送因离开是真毋甘。爱甲因所留落来的科学知识甲传出去。哦，这就是因的。哦，医师你好。你好，哈 ，Hello。这就是因的照顾鸟仔的所在呢。嘿，免勤的所在。林敏医师是免禽会专职的兽医，对免禽甲野生动物的救伤拢足有经验。伊投入救伤站10外冬。已经救超过1500只免禽。王医师啊，像即马，阮来遮敢甲你交流着，你敢有啥物代志要做的？我即马当要处理一只猫头鸟，啊，我等一下家饲，我要准备鸟饲的食物。哦 ，OK， 要准备啥物物件？鸟饲吧。鸟饲吧。我敢会当共边仔看？会使啊，你若是袂惊，就会使伫边仔。那也叫高注意。哦。这有足侪鸟鼠。恁拄仔看的迄是活的鸟鼠，活的鸟鼠一般袂直接摕来饲。阮一般咧饲的拢是即种长南尾，长南尾的鸟鼠。啊，鸟鼠吧就会加做一块一块，等者要饲的迄只叫菱角鸮。伊亲像我的手安尼。哦，差不多这大只。差不多手安尼大。鸟鼠吧爱先称重。称了后，才阁照兽医师设计的量表，整做2号的大小，互病者后一喙就会当吞落去。阁掺一寡营养品，安尼就完成啊。这高注意呢。对啊，但是伊的骹无方便。伊受伤的骹是正骹还是倒骹？伊的正骹。这边正骹嘿。咁要收大喙？其实伊毋是真诶想要食，伊是想要。甲我夹，想要甲你夹，嘿，想要甲我夹，啊，我就趁这个势，嘿，趁这个势，啊，互伊食物件。你看伊无真诶，伊几岁？伊还袂1岁呢，伊差不多1个月尔。啊，个讲伊是青少年。
因为伊3个月伊就变大人。哦，鸟啊， 3个月就变大人。年岁参人无共款。跟人差不多。对啊，甲咱差几啊倍哦。系啊。啊，因安尼规只鸟鼠食了，伊要安怎有法度消化，还是敢有啥物？撇步吗？嘿啊。有伊的胃酸足酸的，哦。伊会使甲迄肉消化掉，腹内消化掉。啊，骨头咧？骨头就无法度啊。鸟巢鸟伊无法度甲骨头消化，啊，你就会变做一个物件。实验内底我有啉到一个物件，毋知讲是我想的迄呢。来，咱来看卖咧。你感觉是西瓜糖哦？我感觉最像，你看即个，你感觉像西瓜糖？其实有淡薄仔像，这讲是迄水咖抓迄种。这是加抓的一种，但是这是外国的，这叫杜比亚。实验是鸟头鸟甲羽毛、骨头，还是昆虫的外壳，即寡无法度消化的物件，伫胃内底夹做一粒球，才甲伊吐出来，就是实验。你发现啥物？一个足古锥的。这是婴仔咧伫的帽啊，但是会甲规个面盖起来。婴仔伫的帽啊？对。婴仔帽啊，毋是要摕来炸你咧，是要甲面頳的目睭盖起来，互因看袂到。伫咧运送等待的过程，会当保持冷静，较袂紧张。啊，两个目睭伫遮，喙撑出来，啊，目睭盖掉的。哦。啊，安尼盖起来。对。哦，安尼伊的头会咧咧。你若是无光线去内底，伊就啥物拢看无，伊就会头咧咧，啊就无爱叮当。嘛是做灵命就对啦，看袂到了。就差不多是安尼。看袂到了安尼。差不多是安尼。就袂多喷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看到伊，就互我想到我捌参加过一届去山顶拆鸟网仔的行动。即寡网仔听讲是要去掠人放出来比赛的粉鸟，毋过因采了掠了，就甲网仔等咧遐，会害足侪野生动物甲鸟仔甜着网仔受伤，还是死去。阮即摆大家拢爬起来到即条山的山顶，按遮看会出来讲，因为两边拢较低，所以鸟仔来到遮，伊会凊管飞过即粒山岭，所以因伫遮采网仔，鸟仔若无看到，就会弄着网仔。很好。好，现在停。来往后12.5乘以4次，12.5乘以4次。看一看，有人可以帮我看一下右手边有没有比较粗的吗？你的右。下骹有鸟仔钓网仔，听起来是鸟头鸟。看到伊啊！好，你有网子就先拉。有断了，还可以。左边它算是纺锤型的缝的衣服。这里找到一条线。对，哦，原来好，拉看。哦，然后因为它现在是上这一颗吗？我继续拉吗？你拉我才会动，不会，你就是拉吧。它现在是脚缠到应该还好，它翅膀没事。左右两边，如果你们有拉到网子，就先拉。好。然后中间中路起停，爬上树再勾勾看。好。现在有钩子了。等一下上树上有那个，把它往下放。好，我看到。来。感觉感觉还无够。勾。然后再往前。那个网子蛮脆的。对。哎，够了吗？一根够了吗？没有，不够，差一点点。不会掉下去也不会怎样。我借一个位置，拉到喽。Look， 需要你飞公拍，你可以到人线上面。什么？要传下来了。好，你帮我接一下。放。OK。好。
他刚刚好像有勒到脖子，所以他后来就有点。我觉得像黄嘴。对，像黄嘴。我觉得是黄嘴，我觉得是黄嘴。黄嘴。对，看起来像黄嘴，超小，所以那个脸看起来像黄嘴的脸。那就你的弹力带连。今仔任务结束啊，转来平地，拢讲转来人间。啊，才拄啊，阮伫咧山岭顶面的时阵，看到蜡叶来监工，来询看阮的进度安怎。但毋过今仔日阁有一寡上尾啊较困难的，就是迄网啊倒伫咧树仔顶悬以后，有一寡悬停的迄类的食物发作起来。啊，所以甲砍喺网仔顶悬，啊，所以今仔日有一寡清袂了，后摆搁爱来一撮，会当讲好运啊，因为今仔日有救到一只鸟头鸟，反正做辛苦，做厉害。除了野外的网仔，其实伫咱生活的环境嘛有真侪陷阱。像玻璃窗啊有透明，也是反光，嘛会互鸟仔误会，当作伊会当飞过去。结果弄一个，毋是受伤，就是死去。所以兽医师要来教咱安怎防止即款的代志。伊的悬度5公分以内，伊的宽度10公分以内。安尼哦。嘿，其实差不多，就是咱的迄。悠游卡还是信用卡，迄个大细。坐车迄种卡片差不多较大条。只要看到，伊就会感觉讲，伊顶悬的迄物件，伊无法度飞过去。软袂过就对啊。就软袂过，伊就袂为这边飞嘿。哦，完成。哦，完满。哦，水。哦，赞哦。